王祥跑兵。晉朝時候，有個孝子名叫王祥，喺佢年幼嘅時候就失去咗母親，父親再婚，娶咗後母朱氏，但係繼母冇仁慈心，亦唔喜歡王祥，甚至時時喺父親面前講王祥嘅壞話。王祥唔單止唔記恨，反而侍奉繼母更加用心謹慎。佢嘅後母好喜歡食新鮮嘅魚，但係冬天天氣嚴寒，河水都結冰啦，點可能會有新鮮嘅魚呢？王祥就脫去衣服，赤住身體，想用體溫嚟融化堅冰。也許係孝心感動咗上天，冰面忽然自行裂開咗一個洞，從洞口跳出咗2條鯉魚。王祥就拎返屋企烹調俾後母食。有一次，後母又想食烤黃雀，忽然間就有數十隻黃雀飛到王祥嘅帳幕裏面嚟。佢家裏面有棵蘋果樹，結咗果子，後母叫佢看守住。每逢颳風落雨嘅時候，王祥就抱住樹喊。呢啲果子仿佛亦有感應，竟然唔會跌落嚟。王祥至孝，繼母不恤，剖冰求魚，商里躍出。王祥早喪母，繼母朱氏不辭，數浸之，長奉命御謹。母試生魚，時冰凍，長解衣，將剖冰求之，冰忽自解，商里躍出，辭歸貢母。母又思黃雀隻，復有雀數十，飛入牆幕，有單來結實。母命守之，每風雨，長接抱樹而泣。